是刘兄。刘少才就是下校长。厉害！好椒，你已经受快兵马团团围住，你参水莲河，这个所在就是你伤心之地。耶！是你暗算我，我唔对，是我暗算。哼，也唔过，我的心肝无亲像你哩遮容易。你会记，当初你用毒这么暗算我。你讲，你这梦就是报仇呢？哼，报仇！我若咧报仇，袂等到这个时阵。本来我是要原谅你，也唔过你作恶多端，如果我想要改过。现在我在上海水莲河，我只有退事请你问候。你有几呀？哎！韩英！我也唔想嘅。上天，你今日造教差事，也难飞上天。清楚。请问，九上天就是好教。喊我死了！班长，让我跟带人做一个压下来。你放心，夏河椒绝对袂当叫走去。这个时阵，你还是敢讲蠢话？所有的重犯让我走去，你多出来，你甲掠什么人倒转来？椒，看过出兵的计划时，你这阵才甲我讲蠢话，老死打！小强，我控制这意思。我是讲草港文的，这就其他间各大门派高手已经两枪兵，兵马是要替老弟断手。我讲是这个意思，小强你，正汤，你连死都正汤！把小事，楚江文，嘿你也好招，哼！这回事，
害死我阿爹的性命，引起武林各大门派公会，连江南名主柳强，今仔日也要亲手除掉伊囝儿的性命。到底是什么人？确实，伊连你老爸也袂认呢。哼！伊根本就不是江南武林名主柳强，到底什么人起诉？紧讲！哼！你这个大逆不道的执事，也敢对老爸讲这种话？来，掌手！嘿！你是什么人？江南武林名主刘强。什么人指使你安尼做？你若唔老实讲，我替死无凭。娘，是季寒英叫我来。替寒英，哼，好去啊！哎呦！各位，请听秉正一言。刘尚天确实并不是秉正的囝，伊乃是当年早行以番邦为禁卫营总教头夏和平将军的囝夏侯昭。当年老夫下发为征，混流四海到京城。他有着夏侯公主，我念伊有一片忠孝之心，才该想这个办法，以武林世家子弟刘尚杰的身份去接近青罗台。就是要偷摕迄个进兵的计划书，继承着伊老爸的志气，完成着忠孝的心愿。梁尊死迄个时阵，是如何？并且也已经破庙来了，所以我亲目睭看着迄个情景。
子，你现在当明白啊！令准伊会死，伊急着下火车，伊侵入府中，这完全是拢为着希望援兵早退，会当来解救着在天底下所有众生。你已经知影，我知影，我知影你是我的未婚妻。会当听到你讲这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皇帝。皇帝。
可。